行政院经贸办副总谈判代表江慧欣过身了后，逼出这场霸凌，也拿这总谈判代表杨定林镜头一届出现，外界认为伊和霸凌有牵连。高雄公产有里长和后生等人涉嫌甲上霸栋废弃物囤伫咧过世界附近的山坡地，检方起诉12人和3间公司，检方希望法院判重刑。那中东战争和全家官又介绍称关价大股呢是6,795点，是6第12集。另外，塑胶老阿无会经济部有协调业者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31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行政院经贸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颜慧欣进前来过身啊，不过伊过身了后，却逼出讲在生时阵受到这场霸凌。外界也认为讲这和这总谈判代表杨定年是有牵连。杨定年今仔日呢是以政委身份列席这立法院总质询，由立委要求伊爱上台质询，不过因为无符合规定，落尾是无上台。都已经说明了，静待一切调查。行政院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定年为加入前副总谈判代表颜慧欣，疑似遭到霸凌了后，这摆对外回应。杨慧欣是我们办公室最重要的人才，也是我们都很难过，而且在他生命之间，我们都有很好的互动。顶礼拜5院总质询请假无来，杨定年31用政委身份列席，挂喙暗大部分时间咧看手机回信息。国民党立委要求伊上台说明的时阵，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在时，政府照规定应提供资料，不过无需要接受质询。我们已经委由外聘的委员在展开职场相关的一些调查。调查期间，所有谈判办公室的人，他对外的任何讲话都可能成为调查一部分，所以我们是认为，如果能够谨言慎行，而且能够减少在这个地方引起讨论，或许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杜永泰透露，家己是伫2月19看到颜慧欣传来辞职会，多是过年期间无第一时间去问会中的内容。后来颜慧欣因为破病治疗，也无机会改面谈。杜永泰指出，政府已经邀请4位外聘委员组成调查委员会，希望赶紧完成调查，向各界公布结果。那么在上个礼拜5也开过视讯会议。有排定了后续的相关的期程跟议程，怎么去调查方式、内容等等，已经在展开了。预计什么时候完成？依照我们的规定是2个月内要完成调查，必要时再延长。当然，我希望这个事情及早能够让家属得到了解事实。面对立委要求应该向杨定年暂时调离现职，杜永泰无答应。另外，咱推动加入 CPTPP 进度，杜永泰表示，虽然咱无法度完全得到12个会员国共识，不过目前已经检讨谈判工作团队增加卡手，希望在对美谈判结束了后，全力争取入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公产有一名宽港设施里长李有才和伊的后生等人呢，涉嫌伫咧去年11月，甲上百栋的废弃物囤伫咧过世界附近的山坡地，破坏当地水土环境。检方在今日侦结了后，甲李有才等12人和3间公司，依照废清法等法来甲因起诉。那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呼吁法院，对这寡环境污染的业者，就要甲因罚较重咧。真侪本数甲山坪砍去臭赢赢。去年11月，高雄公产撇防里长李有才，利用里长甲环保公司的背景，甲后生等人，甲总量差不多233吨的废弃物，分别抌伫月世界附近的山坪，严重破坏水土环境。检方3日侦结，伊则违反废清法等法，起诉李有才等12人，甲3间涉案公司，嘛建请法院判重刑。承租高雄市冈山区新乐街、燕巢区安昭路等3处厂房，扬称从事木材加工或资源回收，实际作为垃圾堆置及转运场所，并指派司机施某等人长期载运倾倒废弃物。厂房囤真侪废弃物，敢若新乐街厂房就有1145栋。李有才爸仔囝甲4个嫌官成立合法清运公司，向营造公司甲工厂讲，会当甲废弃物清运去分化厂，不过煞囤伫工厂，也是非法抌伫山坪。环保局用2天甲清刷，已经向行为人求偿代清理费用，佮依照废清法裁处最高300万罚款，甲废纸程度去考证。要求业者能够持续的来履行这个责任，那也希望在整个
在处理废弃物的这个机制上落实查跟管理。但今摆希望法院对环境污染业者爱判重刑，因为理由在顶人用非法乌白氮节省差不多4665万的处理费，另外阁收1883万的清洁费用，检方已经依法申请没收，也是甲讨倒转来，也是犯罪使用的运输甲车辆，同款依法申请没收。记者采访报道。这欠水问题无解决，苗栗明德水库欠水量已经无到3成咯。农水署的这苗栗管理处就表示，这明德水库农地呢，对4月初开始送4天停4天，一若这南投一挂潭的欠水量在6成左右。台电也讲，目前早当对外收救量无遐大，加上水库的出入平衡暂时无欠水问题。农水署也讲呢，今年顶半年台南地区农业用水无问题，不过这欠水问题若准备解决，有关是爱看这方面的雨水是多也是少。苗栗明德水库的水位降一大截，本地应该伫底部的岩壁，即马拢看现。当地店家讲，已经真久无看到这种状况啊。没有水了，没有客人来坐船呐，是不是差很多了？看呐，有这几天看见会不会下雨，下雨就这水也很快干，也很快满起来。最近真歹的明德水库的脱水量30日已经降到2成7，为着因应严峻的水情，农水署苗栗管理处对4月初1开始实施公示停驶的浪hiệu性恶残，会受影响的范围是包括头屋、造桥和后廊。插秧面积以这一期来讲，大概是七成多一点左右，然后现在只剩下少部分的插秧还没有完成，所以说整体那个明德灌区的用水尖峰期基本上已经是接近末声。民生用水我们也有跟自来水公司在协调，它原来抽水是每天2万多，现在也减为1万了，同款嘛，伫苗栗的利溪潭水库脱水量即马嘛是无到3成，南投日月潭有名的高水架雕像，即马已经拢总看现，潭底的土山拢现出来，工程人员把握时机来清。负责管理的台电表示讲，虽然水情真严峻，但整体脱水量阁会当保持伫6成2左右，而且阁有对补改来的水源，发电供水暂时无问题。春耕的期间，大量用水已经期间已经过了，我们现在就是量比以往来的少很多了，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农业灌溉的部分也没有问题。因为台南地区今年因为落雨较少欠水，造成青梅的结果率较低。农水署表示讲，虽然面对水情的考验，但是确保恶产的用水稳定。气象署表示讲，初一开始受到风面的影响，全台湾拢有雨，中部以北的雨势较大。伫未来1礼拜，风面呢是一波接一波。所以未来1周呢，包含明天大概是有3波锋面，不断的影响到台湾。天气上呢变化都比较大，水汽都比较多，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个未来几天的天气影响。未来1礼拜水汽有希望会来，但是气温受到一波东北季风的影响，气象署嘛提醒讲温度的变化较大，民众都要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铁这新乌里站，这铁基路边呢提供予站区外包清洁公司的回收场，行挖头的时阵发生火灾，也因为这个所在呢是三铁起做火，这火灾乌烟也引起台中捷运柜台警报单未煞，加在警消人员赶到现场，无人伤亡，也造成一寡车帮有万分。台中市的环保局是认定讲呢，台铁无甲这站区的废弃物管理好势，依照废清法甲因开罚单，而且7天内就要变好清气。火势正美，乌烟直站，庆吉要挂台，看开始真惊人。代替新乌一站31早起11点半左右，铁基路区边的回收场发生大火。火灾发生中，请勿搭乘电梯。乌烟庆到隔壁中捷挂台触发警报，高铁挂台能见度也受影响。现场人讲，火灾现场爆炸声音，代替有部分旅客受影响。清洁人员他第一时间发现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叫了，我就在对面运动啊，我跑过去，哇，那个烟很大。他说是火灾而已，他说赶时间的人先下车坐另外车。新乌一站是台铁二顶站，甲高铁中捷将做中台湾唯一的3铁强固车站。进出旅客数量伫高铁是排第2，中捷是第1。台中市消防局出动6车15人去拍火，回收场有大量纸箱等废弃物，烧差不多20平方公尺。我们到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位置在烧，它有好几个位置在烧，火势已经有稍微在扩大一点。
因为会场换铁骑路区代替为11:46分，关台中到成功东正线用西正线单线双向通行，火车拍发了伫12:46分恢复全线运转，影响10日出版分287分。我们就是要去未来就是要找一个合一的地方提供给他去放。我们统计之后看看损失多大，然后我们再来求偿。代替公司表示，到火点时新乌一站提供给外包清洁公司的回收场占地区，到火原因爱搁调查，后续检讨三造地点，搁针对营运损失向业者求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又搁是台铁出问题啊！这台铁的7堵吊车场昨暗暝有2台900型的电车，可能是吊车时阵速度控制了无好势，出来烧弄败马，有一个员工受伤。台铁表示讲，已经成立紧急应变小组来处理，啊，那运航会也派人去到现场了解事故原因。车停伫咧遐上细甲看，规个车厢已经歪去，败马瓦靠伫咧月台顶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佫较惊人。另外一台车，规个车头已经冲起伫月台，外壳去挂着商灯，惊看现，两台车弄做一伙。事发在基隆的7堵吊车厂，台铁当时正在进行入库线吊车作业，结果不止造成2个列车擦撞出轨，更让一名黄姓吊车人员受伤送医。代志发生伫咧30暗时9:20分。根据了解，台铁初步的判断，这件代志是吊车的时阵速度控制了无好，造成 EMU 920用13公里的速度弄到 EMU 912，造成 EMU 920第6节到第10节车厢败马，还有 EMU 912第1节车厢败马。数据收集好之后，我们还要做调查啦。现在是先把那些出轨的车辆先复轨，以及那个下面的轨道有一些损坏嘛，要先把它先恢复。台铁讲已经成立北区紧急应变分组来发落，详细原因当然由台铁运安会调查。另外，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嘛派人到现场。7堵吊车厂所面对到的问题，其实正是全台铁公司所遭遇到的状况，包含技术性人才的流失、待遇的问题，以及我们根本没有一个可以好好建立安全文化的最基本的基础。针对这个事故，台铁产业工会批评台铁用安全改革来做口号，啊，不过代志发生了后所做的代志，包括着减走 SOP， 也个加重处罚，做这代志拢定位是无效的做法。对着安全改革的制度，即卖是拢无看见，相关的事故恐惊会一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今仔公布，顶礼拜台湾疫情重点，针对台湾头一届出现新冠病毒变异株 BA.3.2最细名，而且佫有带病入境的麻案例，目前扩了1000多人。另外也公布，今年秋冬流感疫苗规划会投入17亿，卖705万吨的疫苗予民众使用。清明连假要到啊，真侪人会飞出国耍，不过爱注意，最近国外有出现麻疫情，亲像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台湾就出现2例境外移入，一个是伫美国感染，另外一个是伫印度。较严重的是美国迄位，目前重症并发脑炎，人搁伫咧加护病房治疗，因为麻是靠空气传染，卫生单位唔敢大意，2个案例接触者已经扩了1000多人。麻疹呢，在这个成人来讲的话，它造成的症状可能会比小朋友来的严重。那有可能的并发症呢，像是这个肺炎啊、脑炎啊等等。那有并发症的这个患者里面又有这个5%到10%有致死的可能性。另外，疾管署也公布台湾头届出现新冠病毒变异株 BA.3.2，个案是一名新加坡来台旅游的10岁囡仔，伫机场发烧，叫人检测出来。疾管署指出，这个新冠变异株现在开始伫咧无同的国家流行。BA.3.2 病毒株它比较特别是说。它有带了大概70多个跟过去流感跟这个过去新冠疫苗比较不一样的突变基因，所以比较担心流行的比较大，而且对疫苗的保护效果会减弱。疾管署指出，未来新冠变异株敢会引起大流行，佫需要观察。另外，疾管署也公布今年秋冬公费流感疫苗的规划，今年会投入17亿，买705万吨的疫苗，经验创新高，而且嘛头届采买20万吨的加强型疫苗，提供时大注射。希望会当提升民众的保护力。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
今透早呢，这新北市新店的精神病院急诊室，有个人对这医护人员起脚动手，是一个食酒醉的查甫人，甲护理师拍着伤。警方也依照现行犯，甲这个查甫人抓起来。那病院表示讲，护理师有去验伤，会甲这个人告。拜二半暝3点外，原本平静的病院急诊室，听到有人咧吵闹。一个食酒醉61岁姓林的查甫，互救护车送入去新店精神病院。院方原本将医生安排观察，想袂到查甫伊事起酒笑，情绪变甲真激动，甚至用手骨弄来甲伊斗相共的护理师。我是害者，都爱用啥口？姓林的查甫唔知好歹，甚至佫向出手攻击，造成21岁护理师正面肩胛甲胸坎拢回弄大伤。警方接到报案到场处理，以违反医疗法甲伤害现行犯，随甲姓林的查甫逮捕，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经巡逻员警到场了解，涉嫌人61岁林姓男子因情绪失控攻击护理师，造成护理师胸口挫伤。病院嘛强调，医疗暴力零容忍，对任何会危害医疗人员安全的行为，一定会依法追究。伊嘛已经对嫌犯提告，未来继续强化院内安全机制，保障第一线医护人员职业的安全。患者因为酒醉后攻击我们的护理人员，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后，已经有保全人员及警方介入，受伤的护理人员已经完成验伤，并且进行提告。本院全力支持我们护理同仁的作为。事实上，类似的急诊暴力，今年初嘛捌发生伫南投德山。迄阵东华病院一个食醉醉的查甫，嘛同款对护理师起脚动手，最后互当场压制上班。根据卫福部统计，医疗暴力的事件逐年增加，而且大部分拢伫急诊室。第一线医护人员伫高压甲高风险环境中做工课，佮爱忍受互病人攻击，要安怎改善病院的安全，佮需要继续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探到台北车头的中山地下街站，有一个50多岁查甫人，介像是食酒醉，伫咧柜台顶头喝酒，甚至对这保全人员起脚动手。落尾台北捷运公司无要互伊上车，还有一个60多岁查甫人呢，举水果刀啊，伫咧地下街乱扫，引起民众惊惊。落尾警方依照社会法来甲上办。举水果刀啊，一直解说，啊，毋过警方毋敢大意，爱伊甲刀啊交出来，就惊讲这女子伤过激动，会做出什么代志？你不要拿出来啊，对不对？代志发生伫30下晡5点外，这64岁查某人手提水果刀啊，伫台北市中山地下街伫遐乱扫，旅客真惊，爱辩解讲，伊是坐伫咧椅啊，水果下了要去便所来洗刀啊。警方调查虽然伊无甲刀啊害来害去，啊，毋过嘛是甲伊的刀啊扣落来，刷落会依照社违法裁罚。还是会有一些紧张啊，隔一下间隔距离，要么快走，要么就是慢慢走。会不会随机路人乱捅啊，捅个一刀啊，闪他一点的？袂使坐啊啦！警察接到通报，赶紧到现场来处理。同一天暗时11点外，一个查甫人伫咧台北车头的捷运站，伫遐大声吵闹，亲像是蒙阿波放炮共款。保全人员先甲人压咧刷咧交互警方处理。男子疑似酒醉，大声喧哗。一旁旅客见状向保全反映。根据捷运警察的了解，这查甫人好亲像是啉甲醉茫茫，毋若伫遐大声喝休气叫，佮甲保全人员摸，北捷就照规定无要甲载，伊随就去用带离开。警察提醒，只要坐捷运有看到奇奇怪怪的人，拢会使随地紧急切打来通报。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兴代抓到一个卖毒集团，嫌犯利用通讯软体，佮以餐厅的名义来卖毒，利用这假外送平台呢，请这外送员来送货。另外，刑事局侦查队也伫咧苗栗头份抓到一间正高级别庄，内面竟然是藏着分装毒品的工厂。警方全面武装，入去到嫌犯大个摩铁路，甲胜利的主嫌压制。来，较配合就好。另外一堆是去嫌犯座位仓库，内底有真侪毒品分装的工区，佮有袂少商品甲半成品，市价超过200万。台中市刑地发现胜利的主嫌透过通讯软体，互人注文，为着要互警方查到，佮假做是餐厅的料理，另外派人假做外送员，骑机车送毒品。并且利用国内知名外送平台作为掩护，先将各级毒品以餐点名称伪装，再利用外送平台外送箱作为掩护，指派毒品小蜜蜂骑乘机车假装外送员，运送毒品以躲避查缉。警方一概抓到5个人，另外佮发现胜利的主嫌除了卖毒，佮有枪，目前已经受押禁见。另外，伫苗栗头份，刑事局也查到胜利的嫌犯，伫这个高级集合被装做毒品甲分装。
不几盖。没做的你自己讲。这个是吗？发，还有嘞，这里。刑事局表示，4例嫌犯会选这个高级社区，是因为这管理真严格，伊个利用地下室出入来闪避警方。去年6月租借了后，盗走毒品甲分赃。刑事局掌握相关的证据去搜查，查扣一大堆2级甲3级的毒品。经将分赃处所藏匿于集合式高档的住宅区，经锁定范闲毒品咖啡包制造处所。专案按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苗栗检方侦办。4例的主嫌经过检察官侦结起诉，刑事局后续会搁对源头。记者综合报道。有风声讲，这高雄大东文化艺术中心的便所，因为有一大堆的注射筒塌掉的，所以便所拢未通。民众是听到是感觉真寒也真惊吓。文化局表示讲，便所拢是对外开放，真好管理，也拜托警方加强巡逻。高雄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因为便所对今年1月中开始已经修缮塌3摆，造成所有1楼便所拢未当使用。管理单位找人来清空线，想要到煞清出一堆用过社筒，因为烦恼若阁出现社筒，会对民众甲清洁人员造成危害。艺术中心伫2月底打出公告，拜托人莫乌白搭。有民众听到这款状况，也感觉真烦恼。当然嘛会烦恼啥物？对啊。你若不要去拆掉，是那会感染还是什么？还是讲囡仔唔捌去摕来耍啊？是啥？种种很多原因。可能施打毒品，哦，那这种到厕所里面，它的无监视器啊，所以你根本就唔知讲什么人去到内底。当然，我们是希望说凤山分局的辖内的派出所能够加强巡查。因为大东艺术中心的便所是24点钟对外开放的，那真正有人弄这个空棚去内地煮毒品，中心实在恶管理。议员接到通报，也申请附近的派出所加强巡逻。警方强调，因一直有针对附近来加强毒品的巡查勤务，对114年甲当拢总抓到事件。目前要针对大东艺术中心的状况，成立专案小组加强巡逻。警方也与园方及保全建立及时通报机制，提升应变效率。凤山分局呼吁民众切勿任意弃置危险物品。文化局表示，自从2月底打公告，至阵已经无阁发现有社筒出现，因为假公告会引起民众不安，因此30就先撤掉。议员强调，因为是伫咧便所内底有个人隐私的问题，现阶段上好的方式就是拜托警方加强巡逻，嘛呼吁使用社筒的人爱有公德心，因会继续找出更较好的方式，确保民众的安全。记者柯家驻高雄仓报道。讲到这个中南线政府全球原油计数随来抢关，今日大股收伫咧31722点，6795点，也是收盘落第12座。讲到这3月大盘拢总落3691点，平去年3月落2357点的记录是搁较济，比起来呢是这月平这个关税战是搁较凄惨的。中东的战事是开始拍1个月，3月大国最后的交易日，大盘是开价走价，盘中一路震荡，上价到31705点，尾盘是收伫31722点，6795点，3关卡失守，嘛创第12大的收盘6点。内面在这点中到盘后尾也是正重，尾盘逼出13812张卖单，六个上价点是1760块。当来看3月大盘加起来已经大落3691点，加上去年3月史上上大的6点2357点的记录。我想短期可能要去问我们川普总统，至少长期我刚才讲的，长期应该只要世界的这些需求方向不变的话，对台湾应该大家也要有点信心。我当然嘛观察到目前对工商业界的冲击是包括原油进口成本推升，物价一直起，影响全面真大。另外运输成本和交汇时候出现变数，大家拢要细致来应对。第一步来讲，因为石油车衍生的产品太多了，大家一起努力，我们去针对我们能源的韧性上，我们怎么样分散能源？另外，市场的输入性通膨嘛一直要启动，央行承认讲必要的时阵会采取缩限的货币政策，金融界爱斟酌面对，认为应该降价化解燃料挖靠别人的情形。对苏格洛亚市乱行政刘道英台31立法院必须嘛强调当地协调。第一个要求中油它能够恢复生产，也请台塑也能够恢复增加生产，
应该在4月份马上就可以把原物料生产出来。政府基金会持续透过库存管理跟商品的调度，以及跟供应链的合作，让整个修缮产品的供应维持稳定，支持经济部稳定市场的一个秩序的方向。经济部表示讲，已经协调小北百货含政府5金这通路业者，维持稳定的供货，嘛会协调顶游的制造商，加强产能的调度和供货安排，因应市场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下党派参议院访问团来到台湾访问，有去到中科院了解台湾无人机的技术。中科院也展示真侪种国产的无人机，其中也有含这美国厂商合作具备反装甲能力的无人机，镜旁4型会当斗飞弹，甲这5公分高的钢板射甲弹过去。国务部长郭立雄表示讲，伫咧未来各项的特别预算呢，打算要买20万架无人机。那作为国产的无人机通过这次又搁符合作战的需求，就会来考虑。美国参议院下党派议员访问团30参访中科院，关心台湾各项自主量能。中科院一个手展示几啊款国造的项目，包括强强飞弹、DIVE-LD 水底无人自主载具等等。因为美国上界有兴趣的是无人机，中科院提出检上反辐射无人机、瑞恩2型无人机，各造劲风2型、3型、4型无人机。尤其劲风4型是台美合作生产。中科院还佫头一届公开伊的攻击能力，劲风4型挂载弹头，会当甲5公分高的钢板拍探过。无人机方面，因为他们会提供一些协助技术的合作。那这个弹头除了可以供中科的无人机使用以外，我们这个界面是开放式的界面，所以民间各家的无人机也可以通联使用。所以我们这次是希望到国外推广我们相关的技术走向国际。台湾头一届甲美商 Curtos 合作研发劲风4型无人机，完成台美各项产业合作重要的路展比，目前还佫伫咧测评的阶段。今年会去美国参加展览，遐那20万架无人机敢会纳入各项特别预算，嘛受到关注。那等到通过测评之后，如果符合我们的作战需求，完成相关的这样文件，我们自然会纳入相关的预算当中。投入了这个新的技术，包括新的导航以及AI 的技术，让它可以变身为新型的一个巡弋飞弹。它的特色就是低成本，而且具有高的命中精度。台美透过技术合作，打造低成本、远距离、精准多管的劲风4型无人机。学者分析，结合强风飞弹、海马斯多管火箭，有机会强化国军源头的打击能力。记者综合报道。政府去年底有预告，这下性别者本地是免做兵，即马要改做爱做替代役。今仔日呢，就这下性别者出面表达因的不安，社员团体也呼吁政府伫咧各种影响评估也未完成进前，就要停止修法。内政部表示尊重多元性别族群的声音，目前还佫伫咧研究，会收集各界意见，若总有上大共识，才来实行。对跨性别者来说，能够了解自己、承认自己，本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面对着兵役制度可能改变，对着伊的人生造成了冲击，跨性别者小弟选择伫31国际跨性别献身日，献身采讲出伊心中的不安，因为政府伫去年底预告体位区分标准的修正草案，跨性别者会由原本的免役改做是替代役，引起了跨性别社群的热烈讨论。想讲性倾向是女性的小弟，伊的身躯是查甫的，都可能会真做修法了后头一波的疑难。在这里是希望更多人看到我们的处境，我们没有评估、没有配套之前，请不要把我们推进一个会伤害到我们的制度里面。社员团体强调，虽然跨性别和灵权团体真侪摆向政府表达因强烈的疑虑，但不过内政部却对外讲，因已经甲因达成部分的共识。现在是贸然的不当提高这个跨性别的这个服役的门槛的话，其实等于是说，我们整个制度没有配套，你光是称呼他们为役男。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说的性别错称，要求政府应立即暂缓该项修正，避免会不当提升跨性别、间性人与非二元性别族群的人权风险。虽然目前也无完成修法，不过社员团体认为，考虑到兵役制度的配套也无较全，政府嘛无完成性别也有人权影响的评估，就应该停止修法，维持现状。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咱台湾，真做世界当中的台湾，尤其咱台湾人真侪人是无希望互叫做是中国人。这南韩的电子一间卡甲台湾列做是 China 台湾，咱台湾这方面也提出反制咯。公开是呼吁韩国迄方面呢，伫咧3月31进前就爱回应。那准无正呢，这4月初开始呢，咱台湾这边的台湾电子入国登记表，特别甲韩国改做是南韩咯，今是最后的金限。根据着这韩国媒体报道，这韩国方面拍算讲要直接把这出发地一个目的地挪位来甲拆掉，听好来解决争议。我方刚获悉，韩方政府为了便利国际旅客，目前呢正在进行内部行政以及技术的研议，以更新电子入境卡系统。考量我方之前已经向韩方表达，期待韩方适切反映我方诉求。所以我方先暂缓更改电子入境系统。韩国电子入境卡系统的出发地和目的地挪位呢，甲台湾列做 China 台湾。台湾伫咧3月初开始呢，已经甲外交居留证内面的韩国改做是南韩来正做反制。根据着韩联社的报道，这韩国外交部表示，正咧检讨而且更新电子入境申请书的挪位，适用的对象唔若台湾，而且是所有入境旅客。咱的外交部表示讲，会先来观察这韩国这方面重新检视、调整电子入境听书的系统了后，佮再进一步评估，看因是安怎做，咱再来改变。讲到这大学的申请入学呢，这第一阶段筛选的结果今仔出来咯。甄选会今仔日就统计讲呢，今年通过比例是84.2%，是这5年来的新高。那今年筛选通过考生的平均通过校系数量是2.88个，是这3年来的新高。而且今年 AI 自通讯相关的校系，犹原是正抢市，拢出现超额筛选的情形。大学申请入学第一阶段筛选结果影响学生要拼自改，或者是直接拼7月分科。精选会统计，今年78280人报考，65914人过胎，通过筛选比例84.2%，近5年新高。通过筛选考生平均通过校系数2.88个，近3年上高。精选会指出，可能是国系改变筛选政策，放任通过一个人次机会。今年超额筛选前3名集中在 AI 相关科系。成大的电机工程学系，它超筛了120位，最多的来到的私校的这个静宜大学的人工智慧应用学系，它超筛了353位。全国过胎比例小可增加，大概今年通过比例39.9%，比去年小可增加0.1%。成团系报名人数上济，今仔只有10人，522人报名，62人过胎。第二大部分伫化工系，513人报名，217人过胎。机械系甲机电系各附499甲432报名人数，过胎370人甲243人。台大医学系213人报名，163人通过一阶筛选。今年砍涨58积分，比去年加7积分，甲参采移动关系。今年就是没有去参采英文科改采社会科会有一些关联性，牙医一样维持在59。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邱万安派去宣布5个优先要件的新措施，希望减少有囡仔家庭的负担。不过民间团体指出，讲除了托育，也着爱解决要囝劳工的这场困境，因是支持台北市减少工时未减少薪水的方案。不过，因是反对中央开放请外籍使用人的政策。另外呢，也建议台北市这补助着爱依照着企业的规模来分级，而且引进着这代津贴，减少这场的冲突。面对少囝化的挑战，台北市政府拜二发布5个育囝新措施，包括校校有公托、增加托育补助。全国头一个第2梯公托免费，8点钟临时托育券，甲补助户吸毒用合白毒疫苗，希望会当减轻父母压力，嘛提悬家庭生囝意愿。台北市长邱万安嘛表示，希望会当加做育囝家庭上坚强的靠山。这5个新的育儿措施亮点，我们希望能够真正的让所有育儿家庭减轻他们的负担，能够更愿意多生几胎。好，那我们成为这些育儿家庭爸爸妈妈
最坚强的后盾。另外，主办人顶一日嘛有提出，逐工减1点钟工时，不过未减薪水的政策。民团开记者会讲，因支持这个计划，不过嘛呼吁补助就要照企业规模分级，不是逐间拢补助10万。另外嘛认为要引进这台津贴，互代替上班的同事嘛有奖金通好领，互制度如公平。蒋万市长，我希望你拿出魄力，改革你的政策，让你期待的职场育儿友善环境真正可以得到落实，以及其他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都可以有效跟进。为了解决育婴劳工的困境，台北市甲中央政府直提出方案。若中央是开放育婴的家庭会当申请外籍劳工来照顾囡仔，不过民团嘛公开反对批评这个政策，敢若薪水中介以上的家庭请得起。请一个外籍帮佣，1年至少要36万。而且它这个政策只是给全台湾所得最高的前20%的家庭来负担得起，就是如果你有钱，你就可以买别人的劳动力来换取你的职涯；如果你没有钱，你就活该在刚刚所谓提到的过劳的职场当中燃烧殆尽。另外，民团嘛呼吁去做优先育婴市场是未来的趋势，中央政府拢爱想对策，嘛希望台北市就甲育婴减工时的政策做好，若六都甲中央政府嘛会跟对，政策才会当完整落实。记者郭金阳、王志刚台北报道。中东战争这石化原料，唔若起价个欠货，近日传出讲低米的稻仔呢要欠货，即马呢这农会讲呢有收到厂商迄边的通知，讲要起价起3成。有农会表示讲，计出来成本先家己吸收，若阵继续起，无排除米也会对得起价。一袋一袋白米底好准备要出货，这是中华真有名的地长米，平均一个月会当销出16万包的米。但是中东战争造成石化相关的原物料起价，即阵佫传出米袋啊起价佫叫无回情形。好，咱这个因为美伊战争引起咱的原物料都在上涨尤其咱这饲料类的部分，造成到咱即马咱这成本的大幅上涨咱即马所有的厂商来通知它的涨幅大约是在25%到30%左右。地长农会表示，目前平均起来，大家的米袋啊，一个起2块至3块，细家的起1块至2块，一年成本大约加28万，而且这阵订货爱等2个月才会收到货。目前相关的成本农会暂时吸收，但战争继续拍落去，未来真有可能会起价。销售部分咱暂时不起这个涨价，是希望讲也能够帮政府稳定咱国内米市场的价格。都不是只有这个而已，其他的也是也有涨价啊。可是要吃还是会买啊，如果涨价，我们家还是会照买啊，因为还是就是都会吃，因为我们还是支持台湾米啊。中东战争冲击石油供应链，造成国际塑胶原料起关价。虽望目前农会暂时吸收起价成本，但若战争无停，原物料继续起价，未来对民生物资的继续影响恐惊会愈大。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拍算要甲改建做天然气机组的家人协和电厂，因为内面的土巴受到污染，向公告做污染证伫张纸。不过环保团体搁再接到民众检举，讲这内面拢无伫咧管理，囤真侪废弃物，而且这废墟呢是大家满世界，真有可能淡金属拢已经扬出来了。个人市政府表示讲会去了解，若做有违规就依法处理。将废弃物的太空包就蹲伫手内，抑个各种废弃物地面抑个高高乌土。款团接到协和电厂有人提供的相片指出，这火箭机组下边大量吨无尘暴的废弃物，其中3、4号机组下边负集磷腐直接落伫土骹，抑个积水，向下显示有扬出重金属涉入土地咯。你看那个环境，它一定是经年累月的，而且基隆是一个多雨的地方，那些乱堆置的那些物质，然后经年累月在一个雨都这样子，我们相信它一定有一些污染。因为土污染严重超标，协和电厂目前被公告是污染整治场所，要解除来管这样开发。暗过别客人指出，既然是环保局23来检查，所互人带驶过严重污染的所在。本身土已经污染，即马个验出吨废弃物因为污染范围比过去将也未佫较大。应该要进行全场的污染调查，特别是针对过去比较少调查的3、4号机，应该要把它全部都调查清楚。基隆市政府表示高度重视，要环保局赶紧调查清楚实际状况。
将秉持勿往勿纵的原则，落实该地的环境保护。后续如果查有违规，将依法就责，并持续向社会说明相关进步。台电回应环团所指废弃物是进前检修时阵的情形，部分土土府后续会照废惩罚处理，其他废弃物已经清除了。静电集电器后边的集电府，台电解释下边有铺暗土，要设挡水的所在，防止污染。而且环保局检查无发现土壤污染，台电会配合进行相关改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咱人生无后悔药啊，而且环境破坏也无回头路。来看这南投的民间乡有民众呢，翕到3只石虎，也因为最近呢，这焚化炉的蒸汽是炒甲热噗噗，民众就讲呢，伫咧民间乡唔但有出产地米，即摆搁再翕到石虎啊，这代表讲这环境是真珍贵的。希望县政府唔通为着要伫咧遮硬起一个焚化炉来破坏环境。这是民间乡新民村的一个农园。点仔机翕到3只石虎，半暝啊经过农园，农园的主人去看监视器，无意中发现有翕到石虎，村民拢真欢喜。原本我唔知阮遮有石虎，啊翕到的时阵，感想是讲，阮遮遐宝贵的宝地。咱遮呢好山好水有无？石虎伫遮呢，真赞啊！果子园、田，还有水底下的所在，因为遮个所在差不多会出现鸟鼠、鸟啊。四脚蛇啊，搁水鸡，遮拢是石虎拢足介意食的物啊。你的田内底也出现石虎，代表讲你的田是友善环境的，嘛是无喷药啊。石虎保护协会表示，台湾的石虎差不多剩500只左右尔，大部分分布伫中部客家站的山地。专家讲，石虎是强烈绝种的野生动物，因拢是暗时啊出来活动，个性较孤僻，大部分拢是孤单一只来行动。为着要保护石虎，政府会伫石虎定定出现的所在，踩着警示的牌仔，提醒来往的车辆，佮民众爱注意。即届石虎出现伫民间乡，佮正拄好，南投县政府想要起焚化炉的所在，在地人拢真烦恼。焚化炉莫踮咱种的用啊，无会影响到动物啦。我人客有足侪讲，听讲恁那要焚化炉，安尼就别人甲我唔敢来你买也唔敢坐啊。种出来别人就像安尼，水搁好食。焚化炉若起落了，有可能别人变安尼，煞来搁唔免歹食尔，还是袂食哩。专家表示，石虎会当生团的所在，剩无偌济。当地人毋望南投县政府会当看中这个所在的生态价值，唔通起焚化炉，爱保护民间的好山好水种出来茶，嘛应该保护石虎的生活环境。记者安义修南投报道。公司台记台全新制作的文化实景节目，这条大路通台湾，后礼拜2、4月初7暗时特别放送啊！这个节目呢是由2组的主持人带大家做伙来行这文化路径，用这手笛啊呢一搭一搭去找线索拍通关，哪看哪学哪佚佗的方式，做伙去认捌台湾的历史风景，也有产业的文化。我甲实践者啊！有诶，来呢，用定啦。手机一辆任务随到，公司台记台全新制作的实景节目，这条大路通台湾，安排2位主持人透过一个手机去接任务，找线索破关。一步一脚印，行前辈行过的路，也就是文化路径，去认捌台湾的水文化。头一集要去找消失的海，主持人完全无卡本的趣味互动，带大家偷偷去感受台湾的历史风景甲产业文化。哇，开心！哦，对哦。若是无真正家己去行，去透过遮每一关的关注来甲阮小解讲，内底故事到底是啥物？其实我家己嘛真正拢唔知影，就知影讲山头水库有水会当安尼出来，出来了后，遐水是对倒来，这水搁要对倒会去。阮平常时咧食的这米。用的这个水，原来就是安尼来的。对山到海，对产业到历史人文，目前文化部建立的文化路径有5条。这回台记台新节目，除了有带大家来看嘉南大圳的水文化以外，还有另外2位主持人，要带大家去行英国、汤姆森甲玛雅各行过的路径，看见为台湾多元族群所带来贡献甲影响。大家可能对这个西拉雅族感觉讲，奇怪，西拉雅族应该是平埔族啊，是安怎他会伫这个山顶？其实嘛会当伫这个过程中，对
对着因的骹步来知影讲是安怎因会为病源走去山内安尼。文化路径串联的是人甲台湾这个土地生活甲感情所发展出来历史文化甲产业，其实就伫咱的身躯边。这条道路通台湾4月7日暗时9点准时放送。制作单位希望透过节目的小解，会当互更较侪人做过来认捌一段故事。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郭永昌报道。咱来看到这国际新闻，讲到这中东的战火呢，美国和伊朗的协议目前是无进展的。美国总统 Trump 伫咧美东时间30国再放调，要求这伊朗爱随同意甲战争结束的协议。若准唔正呢，就要甲因的能源设施，甚至是石油出口地下击倒，全甲毁掉。那这伊朗呢，即马就是先下手啊，先出手，对这个以色列的海发电油厂来甲因攻击，连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也受到攻击。尚无有一个人死亡。美国总统川普30日个人社群平台真实社群个发文表达美伊谈判正顺利，不过发文中个警告伊朗，若是唔结束战争，达成重新开放核武资等协议，美军会防范伊朗所有的发电厂、油井也甲石油出口的城镇下击倒。Trump has American forces that are moving into the region. That includes U.S. Marines, as well as other paratroopers. But it remains unclear whether or not he's going to go ahead and order this operation on Kharg Island, or to potentially unblock the Strait of Hormuz, or if this is just another negotiating tactic to try to get Tehran to the table and find a ceasefire to end this war. 伊朗政府表示，目前已经收到美国提出15点停火方案，不过嘛批评停火方案伤含，对川普的威胁。伊朗各强调强硬反击的立场，想对以色列的海法炼油厂进行攻击，就连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嘛被攻击，造成至少1个人死亡。حيث رصد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وتعاملت مع عدد 13 طائرة مسيرة معادية داخل المجال الجوي الكويتي، وقد نتج عن ذلك استهداف مبنى خدمي في إحدى محطات القوى الكهربائية وتقطير المياه، مما أسفر عن وفاة أحد العاملين فيها。代志发生了后，沙地阿拉伯、卡达甲阿曼拢谴责伊朗对科威特的攻击。不过，伊朗还有其他反击行动。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伊朗国会安全委员会伫当地30已经初步批准对核武资海峡征收过路费，包括强化对核武资的主权甲管理权，建立收费结算机制，佮以伊朗货币里亚尔来征收。目前这个方案也犹太全体伊朗国会议员表决通过。不过有学者分析，那是伊朗单方面执意要收费，颠倒会伫国际社会互人孤立。虽然伊朗冲突是由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所引起的，不过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川普有意呼吁阿拉伯国家来承担伊朗战争的费用。伊嘛表态，未来川普会就这个问题发表更加一看法。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看到中东一个战争，咱千万唔通有徛关山看马烧塔的心态，因为这紧早晚拢会扫到咱家己。因为这荷姆兹海峡晃动起来，真正是无法度通过，影响到全球1/5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这意大利呢，也因为这菜色果子的货运成本正悬，价销也变较真贵咯。那法国的运输业者也是游行抗议，批评油价一直在起。邻家厝定定咧食桥啊粿，这物件即马拢唔敢买，因为即马菜色是起价唔一款。伫咧罗马的凯旋市场买菜人真正是哀叫，因为生理实在是太歹做。Aumentata giustamente quelli che la portano hanno fatto aumentare tutto. Da morire, tantissimo. Poi ho eliminato la frutta secca perché è diventata oro. 意大利政府赶紧来启动紧急的措施，降低燃油的价格。但是农业市场服务局讲，战争造成燃料甲肥料的成本大起，甲2025年同一期比起来，莱亚起8.5%，苹果起3.2%，草唔起17%，桃啊起1.8%。E se analizziamo che 1/3 dei fertilizzanti del mondo arriva dal Golfo e soprattutto sono produttori。伫咧法国巴黎30有几10台大卡车，还有长途的巴士伫咧公路上看行，向政府抗议。业者讲，即马是观光旅游的大季，因此爱烦恼油钱起甲这尔多，规去甲车驶出来抗议。Aujourd'hui, moi, je suis une petite boîte. On faisait 16 000 € de gasoil par mois, et là, on passe à 30 000 €. Bon, on demande des mesures simples et concrètes, quoi, pas un site internet où on doit remplir des formulaires, tout ça.
法国交通部长表示，政府会伫4月拨款5000万欧元补助运输业，降低企业的冲击。嘛讲唔知影这场危机长期会变做安怎，法国嘛唔是自愿加入这场战争，毋过这个战争虽已经互法国真侪苦楚。根据法国生态转型部30上新的数字，法国燃油平均的价格伫顶礼拜是扣起，已经连续起5礼拜，尤其柴油的平均价格已经达到自1985年有统计以来上介贵的。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咱来看瑞士，伫咧1963年的时阵，因着用法律限定每一个所在拢要有防灾避难设施。航空和这个物件呢，有37万个、900万个瑞士人呢，逐个人拢有所在通好比。为了应付瑞士乌克兰战争这款的新威胁，当地政府伫去年10月推出着新的民防强化政策，打算讲伫咧15年内要甲200大避难所翻新，就要开2亿3500万欧元。瑞士早伫1963年就明文规定，所有的厝体拢需要配备避难所。工程师预备着先生厝内底防灾避难空间，伫车库下骹，这个应用核弹攻击所建造的创新厝，入口安一个2栋的隔离防护门，一个会当比10个人的避难所，爱开瑞士法郎25000，核心代票是99.5万。To ensure that the CP shelter works, there is a ventilation system like in all CP shelters, which is manual in case of power failure. When the electricity is working, air is drawn in from the outside, filtered through a chemical filter, and then returned to the shelter so that its occupants can live inside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If it's impossible to exit through the front door, there is a special CP shelter exit, known as a wolf jump exit, which is an armoured shelter with a tunnel to safely get out of any rubble. 厝体的所有人若是无想买，也是无法度建造避难所，大个人就要纳瑞士法郎1000的联邦税。这条钱会全部互人用伫建造，也是翻新公共避难所。毋但是军事基地才有，创伫学校、病院，甚至是伫深山内，全国有37万个地下堡垒，境内有900万人，人人拢有安全的创新空间。毋过，地缘政治的变化、新安全威胁的浮现，陆军2025年9月启动废弃设施的改造甲翻新计划，以强化防御能力。甲其他数千栋的建筑共款，一旦遭遇攻击，这个山区堡垒也会互人征用。I think we are underestimating the threat. The war in Ukraine has been going on for too long. People tend to forget what is happening, and above all, how close it is. We mustn't be pessimistic, but still, it would be good to prepare for something a little more complex. And I think this isolationism means that Switzerland is forced to protect itself. 政府刷了佮推出新的民防强化政策，计划要伫15年以内翻新200个避难所，总投资金额来到2亿3500万欧。市区这个大型的公共停车场就是其中之一。万一遭遇炸弹也是原子弹攻击，这个地下空间会当比3400个人，眠床、灶骹、便所、消毒设施、防爆门、防爆马路母一应俱全，应对战争时期的生存挑战。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加拿大歌后瑟琳迪昂去治疗罕见疾病强硬人症候群，自从2022年底时阵，甲这演艺事业暂停，归心接受治疗。伫这个月30，伊58岁生日时阵，正式宣布讲，9月会搁再出来，要伫咧巴黎举办10场演唱会。I've missed you so much. This year, I'm getting the best gift of my life. I'm getting the chance to see you, to perform for you once again in Paris. 歌坛天后瑟琳迪翁30宣布，今年秋天巡回舞台9月至10月要伫巴黎拉德芳斯体育馆举办10场演唱会。伫这进前，巴黎的街路已经有出现真侪首伊的金曲海报，引起话题。37天埃菲尔铁塔的灯光秀，周围拢有伊经典情歌，马上真欢喜伫翕相，也对伊搁再出来唱充满期待。Ma famille, elle l'adore, que je l'écoutais quand j'étais petite,
que c'est vraiment toute mon enfance et c'est ma nostalgie. Celine Dion 1990年代唱电影《铁达尼号》主题曲《大红》，变全球出名的歌手，演唱会甲专辑收入全球第一。2022年底，伊公开家己去治疗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铁皮症，会致使严重筋膜蔓延，甚至影响声带，只好暂停演艺事业接受治疗。伊2024年伫巴黎奥运开幕式献唱，大家伫邀伊会阁出来唱，即马总算成真。That I'm doing great, managing my health, feeling good. I'm singing again, even doing a little bit of dancing. Celine Dion 伫加拿大法语区魁北克出世，为法语乐坛开始唱，法国嘛一直是伊重要的市场之一。为法国巴黎阁出来唱，演唱会预售票是4月初7、4月初10正式卖票。公司新闻4月中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19度到21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1度到27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2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30度。阳金妈妈祖对14度到27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